还在啊。这样子呢？是我的那个耳机，好，耳机的问题，那我就不戴耳机了，可以了哈。好，那可能是耳机的问题，好，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一点时间。不会不会，对，好，那我们继续刚刚的前缀，好，那前缀分成3种，那前缀的部分有缀词的部分有分成3种，一个是前缀，那一个是中缀，那一个是后缀。我们的词汇如果加上缀词的话，它的语义就会被延伸，那语义也会随之而改变。好，那前缀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应用的有咪跟妈，好，这2种。好，那例如打凳加了咪的前缀，就是采菜的意思。那无辣加妈的前缀，就是爱或是喜欢或是喜爱的意思。好，那我们阿美族语的动词大部分都是由以上前面刚刚讲到的这个前缀词所构词的哈。那我们不能说全部都是有这2种哈，那至少说在我们的生活用语上面哈，大部分都是由这2种所构词的，所构成的。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线上的朋友，我们所知道的哈，也请线上的朋友呢不吝惜分享阿来哈那古嘎莫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参考字根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我第一部分先讲到前缀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中缀跟后缀的话，等我们讲完这个前缀词，我们再继续讲中缀跟后缀。那我们先来参考字根的部分。好，字根的部分的话，我们先来讲到名词。好，名词的话是人、事、时、地、物、情感跟概念。好，水、拿弄。好，第2个嘎水木材，然后鱼不定。好，再来地利字打凳菜。好，在动词的部分的话，动词有动作、行为跟事件发生的用词。阿拉拿能看 stick 擦不好意思是 sit 擦。好不好意思眼睛有点蛮茉莉花，很紧张的过。阿叔狩猎，好，巴路达礼顺拜访打蜡等日听。好，这个是供大家参考的字根。好，再到我们先介绍咪型动词句型练习。那这边先介绍给大家的一个范例。好，构词1，好，咪加一个名词字根。好，跟上面刚刚可能如果大家还记得刚刚的那个名词字根的话，那等一下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打上去。如果说忘记的话呢，我再把那个画面回到上面去。好，那范例的话呢，好，咪，我用那个拿弄的名词来做范例咪拿弄。好，主词嘎固。那如果看到嘎固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先解释。嘎固，我喝水。好，那等一下呢，大家可以在讯息栏位上面做练习句型那我们可以把它写在上面。那要记得造句的时候呢，要主语在先，然后再加上中文的翻译。咪拿弄嘎咕，大家来想想看好，我们可以一起想一下看还有什么样的名词我再把它翻回去。好，看这边有嘎碎咪嘎碎嘎咕，或是说咪否定嘎咕。好，再来一个是加咪你滴滴嘎咕，我写字。好，再来
米沙顿嘎固，我采菜。好，这几个例句，好，供大家一起参考。好，我们试看看哦。如果有想好的句型哈，可以打在我们的讯息栏位上。好啊，记得哦，主语一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中文。我们没有受限语系哦，哪个方言别都可以哈，我们也可以认识不同的词汇。好哦，好快哦。好，我们看一下哈。好，欧俊良，请问这个场合会放在那个 YouTube 那边？对，谢谢。好。好，我们先看到嘎造的了哈。好，黄嘎造，好，黄嘎造，好，嘎造来，麻烦你念一下你的句型。好 OK，好，我的米嘎兰古嘎嘎努马古，我的哥哥在抓螃蟹。好，很好哦，嘎造很棒哎，很好。米嘎朗古嘎嘎努马古，我的哥哥在抓螃蟹。好，它的螃蟹前面加了一个咪的前缀词后，就是抓螃蟹的。嘎浪好，它是一个名词，它加了一个前缀就是抓螃蟹。好，很好哦，嘎造很棒。好，再来。谢谢老师。名字 B 开头的，起码过年首先和国民第三，首先和国民第三来，这个是来 B 开头的，起码过年本，我记得有国民首先，来有吗？有吗？PUN，起码刚刚。好，来试试看看，试看看。好，我们今天借有这个平台后，我们一起口说练习。也许我们平常可能都没有机会说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借有这个机会，好，一起说主语。好，来，麻烦你。米迪里嘎古，我补充下面中文，我写字。对，我写字，对，很好哦，谢谢你。好。婉倩，谢谢阿赖。阿赖，婉倩的来试看看。米祖嘎金拉，很好哎，我刚刚用嘎过，然后现在你换成另外一个代名词他，好，对，他画图，对，很好哦，你的主嘎画图前面加了一个咪，好的缀词，很好哦。这个 Alex， 好，换。嘎古多，好，对，技术多，技术多。米沙登及伊娜妈妈采菜，对，很好，妈妈采菜。对，你的傻凳加了一个咪的前缀词，很好，谢谢你。好，再来，我看到了，好，这边有一个补，然后那个不妮的那个中文有加了，好，谢谢你。好，米迪利嘎姑，我写字，好。翠云，我记得这个翠云是小朋友。好，翠云，你说多。米沙登嘎古，对，我们这个小朋友真的很厉害呢。米沙登嘎古，对我怎样？你的沙登前面加了一个咪，所以沙登是菜，你加了咪，所以是我在采菜。对，很棒哦，谢谢翠云。这个小朋友好可爱，很厉害。而且他念主语的那个语调真的很棒哎，很有感情。好，再来几文豪都打那么那么少些好。米多伦kita。Umana mitulun, masamana mitulun， 这个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很好，谢谢你。我们祷告mitulun kita， 对，谢谢。好，吉玛多。子玲来，你好，先生。愛好，妈妈那在子玲啊，小心。米夫丁爱金蛙妈，爸爸捕鱼。
嗨，麻烦了，还可以说你后面加了一个后缀词，哎，你很厉害耶！除了前面，你后面又加了，好，加了一个爱，好，很好，谢谢爸爸抓鱼，好，好，然后翠云，好，翠云的刚刚好，米沙登嘎姑我在采菜，好，补上了一句中文，好，谢谢，好，吉佑民都好，达那们达米沙乌谢好，嗨，嗨，米莉说和国际阿妈安，我去拜嗨。访阿妈。哎，对，很好。米利顺加了李顺拜访加了一个咪，好去拜访，好，好，很好的。我们祷告哦，好补了，好，嘿，对啊，等一下呢，我们在打那个句型的时候呢，可以那个先一句主语，然后在后面一个中文，很好呢，大家好，再来雅文的，好，雅文打那么尼达，好，米萨乌西。雅文，谢谢，马来瓦萨米福德嘎古，米福德，可以吗？可能这边米福德没有米福德的，我们要改成马的。对对对对对对，马福德吼，对，哦，嗨，谢谢。你是海丹，那么你大多鲁马啊，还有啊名词好，好看有没有其他的名词？好，亮，好，给说多，你猜猜猜，阿亮，你的嘞，给数，你再猜猜。可是你的主语哦是那个迪丽谁？不是，因为采菜是那个菜是打凳，如果加咪的前缀词的话，咪打凳。那个我在写字，你在写字。哦，你在写字，所以中文有。哦，我中文写错。啊，好，了解，很好哦，谢谢。还有其他的朋友吗？啊，我们可以试看看哦。好，你们很厉害呢。你来后汉。老师，我们写错要订正吗？好，可以。如果说要订正的话，前面麻烦帮我加2个字，订正函。好，我就知道说你那个是有做订正的，因为我们有其他就是正在学习的朋友，他会把你们的句型啊给复制下来，因为他要做练习，因为有时候句型会跑得很快，他会来不及，然后我们就加订正2个字，然后以便那个正在学习的朋友知道说你这个是有做修正的。好，阿来，好，等一下哈，好。好，那个好，这个你好来，那个徐业瑜，达那们米萨乌西有在线上吗？来7点23分的，嗨，星星，嗨，我爱好，嗨，达那们米萨乌西，米兹九嘎古，嗨，米兹九嘎古，你们，你的中文是？米兹九是彩罗吗？剪罗，嘿，我剪罗，好，当那么你的好，可以的话就帮我打上那个中文，好，谢谢你，好，那个米兹九的，以来都个米兹九要上山下海都给他，好，再来翠云，好，翠云的。米祖嘎嘎古，我在画画。哎，对，很棒。米祖嘎嘎古，我在画画，很好哦。好，再来下一个自选的，达那们达米萨乌西好。来有信息。嗨，我爱好嘅说。米阿老嘎古杜迪里费。好，米阿老嘎古杜迪里费。好，嘿，这个阿老跟米能能好。2个词是一样的哦，都是看的意思，好，很好哦。我看电视，你阿老都的看电视哦，好，你直接用受词哈，你阿老嘎古都滴哩费。哦，老师，请问一下，阿老是名词还是动词啊？那这个看是那个动词了，因为它已经出现受词了。哦，好，自选的。
我们先名词之前的哈，我们聊问你大号，看还有没有我们用名词。好，你阿闹，因为它这边我只要那个名词的部分就好了，我们先做名词的练习哈。再来，李安的订正，米迪利技术，你在写字，哈语，嗨阿来，好，今嘛都起礼服，五万，礼服五万，好，但他们kami sa osing ay hoki so， 哎好，反正都，明天那个。mi neng kami do TV， 我们在看电视。哎，这是动词的，我们先名词，我们先来名词。哦，好。哎，对，好，一来都不都一说，我们先不要有都之后的。好，谢谢你。好，这个等一下留着。好，到下一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有受词的部分。好，书写的，好，书写打那么当米少写。嗨，你一直发给阿姑，我的叔叔在吃槟榔。对，很好，好，谢谢。好，达拉杜吉达杜萨嘎杜萨。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部分。好，我们用构词2。好，咪加动词字根。好，我们再看一下动词字根。好，我们复习一下阿拉拿。能，好，刚刚有名能的话，这边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咯。好，我们用动词。好，能看，好，西叉阿叔狩猎巴鲁达礼数拜访达拉等念。好，这几个如果还有其他的动词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写上去。好，那咱们当好，我们用咪，好，前缀加动词字根。好，我的例句。好，句型范例这边是用阿拉来做范例。好，我加一个前缀咪阿拉嘎咕杜撒邓。好，这边好一样哦。好，我们可以来先做练习。好，打那么那大号咪阿拉嘎咕杜撒邓。好，打那么大这边咪能嘎咕杜迪里费。好，刚刚的哈那个礼服的哈，可以把它放到这边来。好，那么大。好，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语，然后要再加上中文的翻译哦。好，那好的话呢，我们可以打在那个讯息栏位上面。好，你想一想，还有什么样的句型？好。好快。好，来我们试看看哈，来婉倩的句型出来咯。好，来当他们当婉倩，好，首先好。米达丢嘎咕杜妈咪。好，米达丢喊滚拿。好，有的是好，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用的那个单词啊，它是那个阿拉，可是那个婉倩的它是打丢哦，我们可以多认识了一个不同的那个拿的词汇哦。谢谢婉倩，米达丢嘎咕杜妈咪。好，我拿着橘子，嗨，谢谢婉倩，很厉害呢，又有学到不同的那个词汇拿。米达丢，好打丢。嗨，阿来，好，翠云的来。米娜嫩嘎咕，我在喝水。
哎，厉害厉害，很喜欢听你在念的，很可爱的小朋友。你拿弄嘎咕，嗨，我在喝水。翠颖是不是这一次有去朗读比赛的？有有是你很厉害呢。谢谢。这小朋友是全国赛的小朋友。好，再来是那个嘎造的，好，来嘎造试试看哦。来，打南门大号米萨欧西，米发扎吉伊纳多里过努马古，妈妈在洗我的衣服。对，很好哦。对，妈妈好，她的好，妈妈好，她的那个伊娜要先解释哈。好，人物有鸡的时候就要先解释哈。妈妈在洗我的衣服，好，她的法扎，好，加了一个咪的前缀词，好，很好哦，谢谢嘎造咪发扎吉伊娜多里古努马古，好，他把那个句子延伸的好长，谢谢。好，再来雅文的，好，雅文的打南门大咪萨欧西号，雅文。咪咋阿送嘎咕？好，咪咋阿送嘎咕？我穿衣服，哎，好，咪咋阿送嘎咕？然后因为这个啊，它是动词，好，穿，你后面可能要交代，好，这个是那个动词，你就要交代 do 什么东西，因为你后面有加衣服，我们可能还要再加咪咋阿送，你就只有讲说我穿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代，所以要加一个受词 do 喊。好，雅文可以吗？好，雅文，咪咋阿松嘎咕，我穿什么东西都理过，我们可以写成说咪咋阿松嘎咕都理过，这样我们后面要加一个都受词。好，好，谢谢。好，李昂的，我们好，李昂的来换吉索多，米萨拉玛杜瓦祖嘎古。嗨，米萨拉玛杜瓦祖嘎古，米萨拉玛嘎古杜瓦祖，好。嘎咕啊，它没有被受限位置哈，它在那个句子中间或是在句子之后都可以哈。好，谢谢米萨拉玛杜瓦祖嘎咕我王狗。好，谢谢梁。好，再来惠妹，谢老师。嗨，达南门惠妹。哦，是我吗？陈惠妹。起码固定哦，两个惠妹，不好意思，我没有讲到信，这个是那个7点30分的那个陈惠妹，惠妹，来，好，谢谢。哎呦，技术，好，打到妹妹稍息，跟侬咪帅。你等下都说侬信息。嗨，等下听，它是动词，它加了一个咪的前缀词，哈。咪等下读书啊，努信息，听老师的话，嗨，谢谢惠妹。好，再来 Alex， 好，我不跟那个公民稍息读英文哈，美语阿美语，好，打他们，嗨，咪当当读数个字无法，好，无法，嗨，首先你说过中文。对。哦，文法不太行。对，那个鸡的时候，这是人名就要先解释那个人名号，所以无法再主腾心，对哈，腾心。哎，我们现在是动词喽，米当当。哦，好，是我看错了，好，谢谢你，米当当读松一字无法再主腾心啊，哎，个侬咪说所以那个松一字个能好，我本来就说咪松一字。Alex， 是哦，会踩腾心吗？哦，我吃过，没有踩过。腾心不好踩吼。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再来啊，好，我加一个姓，因为我们美会有2个，林美惠。好，可以说都打南门大米萨欧西号，平常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我们都是讲那个中文哈，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来说主语。好，来，美惠给说多。
老师，我是惠美。马茉莉花古马大哥，刚我录完，其实那不好意思，林惠美，还我刚我录完，不好意思，好，但他们说，我刚过多下信息，还技术多，刚过多我少写了一个 H， 一出来，这个，我看一下我打什么，慢慢念，好，我看一下，好。你这个路，刚过度巴提令，我在推车。好，我少写一个。对，我少写 H。对，这个路啊，如果说打订正呢，你说好，等一下还可以一样在那个讯息栏位那边传上来后啊，记得要帮我加2个字订正，好，再重新把它写成你这个路好，这边少了一个 H 后 ROH。嘎咕嘟巴黎令，好，我在推车，很好哦，谢谢惠美，好，技术先都打那门大米烧西，好，首先技术都，好，我们现在是那个。苏贤，我们现在好，可以。Minanam gagu tu suanu amis 好，我们的阿美族有2种称呼后，邦扎也是可以后，那阿密邦扎都可以取一个来把它打上来。好，我在学习阿美语。好，谢谢苏贤。好，有时候我的眼睛会麻茉莉花爱后，而且呀跟那滴滴嘛能。好，吉翠云都马拉路龟跟那吉翠云好。好，翠云，技术都有。好，等他们在米扫西。米拉里奥嘎古，我在洗脸。嗨，加吉翠云，米拉里奥嘎古。嗨。我还要写一个。那我在洗澡。明英爱嘎古，我在洗澡。对，很好。明英爱嘎古嘎巴。等一人工一下，也是很好。你洗澡的那个词汇有很多哦，我有听到的是还有米利路，好也可以哈，明英威也可以，好，谢谢翠云，好，李安的，好，李安的这个是订正的是吗？没有，因为刚刚有看到又有人写这个，然后我想要再写一次这样。哦，好，来，那当他们你说米少写好，当他们米少写。Maza atong tu fotoi或ligo gago。好。但他们你说以后在古马扎龙，马扎龙被穿了。好，是你要去穿哦。米扎龙，你写对了啦，是你刚刚有点口误对哈。你一样跟我一样茉莉花了吗？好，聊问大米沙乌下号正确的，答他们答好来。你再一次来试看看。你咋懂读佛多诶？嘎过。好，对，你很棒哎，你又把2种词汇写上来，一个是佛瑞，一个是理过，很好哎，好，谢谢。大家有看到吗？佛瑞跟理过它是一样，只是语气不同哈。好，在海岸的话比较习惯念那个理过哈，另外一个语系的话，它是讲佛瑞哈。好，这2个都可以哈。Alice 订正哦，好，订正的，好，什么好 ？Alice 还在线上吗？你来我给喊，打他们的信上去。无法读数个，无法再组成型。对，很好，谢谢 Alex。嗨，你是年轻人对不对？40岁以下算年轻人。很年轻，谢谢。因为你的声音很年轻哦，谢谢你们。我是白浪，我是白浪，所以我不太会讲你们的母语，我还在学习。哇 ，Alex 很好哎，好厉害哦！有白浪跟我们一起学，是什么样的机缘可以这样子让你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学习族语？米替代爱嘎古以阿拉伯湾以阿耀。好，所以常常听到族语，然后听到
在然后太原当替代役的时候学了一点点的。哦，是哦，好棒哦，好，谢谢你呢。好，然后我们这个课程会有一直延续到后面后，你可以常常上来后，那也借由这样的机会，这个平台后可以让你书写，也可以让你口说练习后，谢谢你，谢谢。好，再来是子琳，好，子琳，好，念念你的句子哦。嗨，mi baluji wina itaguanan 妈妈打我。好，这个我们小时候也被打后，米巴路好，吉伊那伊打古瓦难很好呢，因为他这边的打古瓦难，他不是用打古，因为出现了2个那个，他前面就已经有一个主词后，所以后面他的那个打古就不一样哦，他会写成打古瓦难。好，米巴路、米斯蒂，好，这2个都可以哈。好，谢谢子琳。好，再来齐翠云都，嗨，阿来，好，齐翠云都。娜娜们好。Kami，我们在玩游戏。好，所以你的7点36分的是洗澡。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按到退出，所以我就没有看到前面的。哦，好，那就是你是好这边的，你有没有看到？我念给你听哈。好，你刚刚退出的话，可能没有看到那个哈。我念给你听哦。明因为嘎古，我在洗澡。好，谢谢翠云。好，自选的，那他们的哦，我们都给你自选哈，来自选的。Misa vertu the fo gaku， 我在。对，好 ，the fo Misa vertu the fo gaku， 对，我在煮笋。好，可以哈，Misa ver 煮。还有另外一个米当当，好，有人听过米当当吗？有没有人用当当？也可以哈，米当当的夫嘎布，我在煮笋。好，米沙芬，好，谢谢之贤。好，翠云的，好，翠云，米拉里欧，嗨，我在洗脸。翠很会写呢。好，这个小朋友好厉害哦。翠国小而已，对不对？对。对哦，哇，国小而已呢，句型很会用，也很会书写。好，再来是那个李福乌尔，打他们单号。李福乌尔。你发在嘎古杜里过你呢？嗨，好，你发在嘎古杜里过你呢？你们很厉害呢，你们都不会少掉那个喉塞音。哦，那个发在。还有那个李过很厉害呢，我在洗妈妈的衣服。好，谢谢李富，很厉害耶。好，再来不妮的。你能嘎咕嘟做啥？嘿，然后中文是我看书。对，我在看书。嗨，好，谢谢你，嗨，我念读书。好，请惠美读，惠美，好，这个是订正的哈，惠美的，好，首先你说过没订正啊？你说惠美，好，惠美的哈，好，我来帮惠美念好了。咪这个咯，哦，它有加 H 咯，好，咪这个咯，嘎咕嘟巴里令，我在推车，好，这个是惠美的订正，好，再来这个嘎萨阿上的。我没有念错吧？嘎萨阿上的，好，嘎萨阿上，你说好，挨我给说，米大堆嘎咕嘟发给记，我拿着水桶。发给记，哎，这个很少听到哎，发给记，好，谢谢你，好，大家有没有听过发给记？好，发给记，好是。以前很常听到，因为在过去啊，它没有那个水龙头啊，都是用提水的，很常听到了。老人家讲说，阿拉古发给机，讲去拿水桶，阿拉古拿东巴罗尼发给机，讲把水倒在那个水桶那边哈。谢谢嘎萨，很久没有听到发给机了，谢谢。好，一大堆嘎咕嘟发给机，我拿着或是我提着水桶，好，谢谢。好，翠云的，好，这是翠云的刚刚的，好，他讲的那个米萨拉玛，好，翠云，米萨拉玛，嘎咪，我们在玩游戏。
哎，很好，谢谢翠云。米萨拉玛嘎密，我们在玩游戏。好，谢谢翠云，很棒哦。好，吾皇，你说都，嘎那么米萨乌西，吾皇。Mirisuk kaku cibakian。好，哎，这是巴吉，这是那个吗？萨吉拉雅的吗？米里斯嘎古吉巴吉安那个 VAKI 那个乌黄的，这个是萨吉拉雅的吗？还是我写错了？南是阿美的。哦，好，南是阿美，你们是巴吉这样，南是阿美有 V 啊。嘿，哦，好，所以我去拜访，我拜访巴吉叔叔，是吗？你的中文？哎，我没有写到。就是中文，你直接念好了，来哎，我们来做练习。我去拜访像年纪比较的阿公那个。哦，所以你们那个南斯阿美的法律是阿公辈的是吗？对长辈。对。哦，好，那有的法律在那个海岸那边的话，它是指叔叔这一辈的，好，叔叔、舅舅，好，姨丈、姑丈，好，这一辈的。好，我们又学到了不一样的，好，南斯阿美的哦，南斯阿美的都来咯，哦，很厉害，谢谢吾皇。好，吉完倩都，好，补充，我想补充刚刚洗澡的说辞。米伊诺，对，米伊诺、米因为、米利路，还有其他的说辞吗？很好，我们又学到喽。米伊诺，哎，很好，我有听过这一个哦。然后每一个部落呢，他们都有习惯的那个词汇哈。好，我们都可以把它补充上来哈，让大家认识一下有不一样的那个词汇哈。好像刚刚的那个吾皇的萨吉拉雅的哈，很厉害耶。好。再来翠云的，米巴扎嘎古，我在洗衣服，很可爱及翠云，谢谢翠云。还有好，还有那个还有朋友继续写哈，那我们就那个请那个梁罗因爱哦，不好意思，是因爱罗对吗？啊，对，好。Minganan kakuto mitoon。mitonoon。好，织布吗？好，来，我们的中文是我在学织布。Minanam kaku mitonoon。好，这个 mitonoon 是哪里的说辞？光复。光复哦，好 ，midnoon， 好，我们可以学到了哈 ，midnoon， 还有一个 midnooi， 好，这两个哈都可以哈，好，谢谢你，好，婉倩的是 midnooi， 好，他说这个是好，还有一个 midnooi， 好，所以有 midnoon 吗？这一个，所以他说光复的，你应该如的。midnoon， 光复是这样子讲的，是吗？对。哦，对哈，好，那我们也有一个刚刚讲那个完全哈有打上来，还有 midnooi， 好，这个也是一样编织，好织布，好，文好的，好文好来，打那么大米，嗨，给说对哟。米阿洛嘎米，米阿洛嘎米，米阿洛，可以这样用吗？或者，我们作者马洛嘎米，马洛嘎米，哦，对，马洛嘎米，对，没有，米阿洛，我们不太能用这一个词汇，我们用那个马洛，或是嘎马洛，或是请人家做一下，对，嘎马洛是请做，对，好，谢谢你，谢谢文豪，好，自选的。Mi mai no kako， 我在洗澡。mi ma ino， 好，你们是习惯用说mi ma ino吗？或是ma ino？ 你们是用，因为你这个有ma ino 了，又再加一个mi，对，你有两个前缀的呢，一个是mi，一个是ma。所以你只能用一个 ma ino 或是 mi ino， 哦，
好，你要不要换一下看？之前好，之前打那么你说好，自在阿扎古最迟一说就可以了。好，好的，我爱吉问好，好，可以哈。好，打那么你当mi ino gaku ma ino gaku 我被洗了呢。ma ino gaku 不能用吗？ma ino 不能用哈，来 ma ino gaku 我被洗了，我被洗，啥来过来意思哈？mi ino gaku 好，删掉问过来吗？啥来好，好，谢谢。好，还有吗？好，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好，现在时间已经到50分了，好，到我们第1节课了哈。那我们现在休息个10分钟，我们8点的话，我们再继续我们的下一堂课。好，休息一下。米拿弄喝，好，拿弄喝水，好，拿弄是水，咪好加了一个好咪前缀词，米拿弄喝水，好，后面加了一个爱的人，好，喝水的人是嘎造，好，这边好。那如果说在那个句型里面，我们如果看到咕的时候，我们要先解释后面这一个，好，这个词，好，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放到前面来。喝水的人，好，是嘎造，好，打那么当，好，你打那么当，你滴哩多诺米苏阿苏啊，好，主语要记得再加上一个中文的解释，好，来就麻烦大家咯。好，这个句型翻译跟前面不太一样，哈。啊，要记得哦，后面要有一个爱，然后前面有一个咪，好，这边有前缀跟后缀2个，好，我们来试看看。好，来多号黄嘎造的很厉害呢，很快。好，我们慢慢想。好，那如果说想到的话，我们在讯息栏位上后打上书写你的句型啊，要记得哦，中文要加上去。好，嘎造的好，技术来嘎造，首先和个农民说，一嘎造啊，不对不起，一班奈古米嘎拉奈。好，抓螃蟹的人是白奈。对，很好哦，谢谢嘎造。好，要先从姑那边开始解释哦。抓螃蟹好的人是白奈，好，白奈抓螃蟹，好，好，苏贤的来打那么大，好，苏贤的，嗨，我看一下，吉巴基阿姑姑米一直拜。吃槟榔的人是我的叔叔。嗨，对，你一直好，谢谢苏贤。吉发基阿古你一直拜好。古之后呢，要先解释好，吃槟榔的人是我的叔叔。好 ，Alex， 好，给说多 Alex， 好，给说多，哪个呢？阿姑姑，你运动爱，运动的人是我的伙伴。好。mi untuk ai好 mi untuk ai mi untuk 好，那个 untuk 运动好，那个 ng 好多了 mi untuk ai 对 ng 多了，好，我修改一下。好，运动的人是我的伙伴，好，谢谢，很厉害呢。好，雅文，好，技术度。吉耶古米运动爱。好，是有不好意思，因为我的那个有你这边也是运动爱，好，是有好，我不知道大家线上的朋友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因为
你温度爱有温度爱吗？那个温度好，或是温度好，还是有我没有听过的温度好？好，我们这个就先好。如果说线上的朋友有知道，然后告诉我一下这个温度好。温度，我一直在重复念，好不好意思，有点口气。Gi gu gu mi 温度爱好，运动的是 ye gu， 哦，这个是外来语的名字，哦，谢谢。好，那个雅文，好，这个是外来语的名字 ye gu， 这个是日语的名字是吗？好，嗨，哦，好，谢谢雅文，谢谢雅文，好，来吉布尼都。Chị A公古米发灰呀，米发灰呀，米发灰呀，哦，米发灰呀。好，米发灰呀，这个很像不能这样子用。吉阿公古，对，米发灰呀，这个，那不是你告诉我抓猪的人，米的不带都发灰，你是要狩猎吗？哦。哦，吉阿公古米阿苏拜是抓山猪吗？打猎。打，我们讲说米阿苏，好，吉阿公古米阿苏拜讲，好，好，哦，可以吗？可以，好，好，来，再来是那个巴利欧斯的，嗨。Uwina aku ku mitang tangai。好，mitang tangai，煮饭的。Uwina aku ku mitang tangai，好，煮饭的，好，mitang tangai都很卖，好，我们后面因为你有指定说是饭，好，我们可以加都很卖。Uwina aku ku mitang tangai都很卖，因为你有特定讲说煮饭。好，可以吗？好 ，Valios， 好，谢谢你。好，来，翠云的。吉巴奈古米夫丁埃。嗨，法语的人是巴奈。对，很好，很棒哦。好，谢谢翠云。吉利安都好，李安西好，比说都。吉哈那个米祖大代。嗨，好，中文是念书的人是哈娜，对，很好。吉哈娜古米朱拉塞，念书的人是哈娜，好，很漂亮的名字。听说叫哈娜的人都很漂亮哎，所以要叫哈娜，这样。哦，好，谢谢哈娜。好，斯拉的，吉斯拉都。运动有人。温度好，在中韩的字典哦，他这边有跟我们解说哈，谢谢 Sla 好。运动有人听写温度，在中韩的字典里面有写后跟温度原名会线上字典供大家参考。阿来好，谢谢谢谢，好好啊，那前面我们那个温度好，我们可能 NG 好，那还是或是说有其他的部落可能习惯。讲加 NG 哈，好，那我们这边有可以参考哈，那个 slide 有帮我们打上去，谢谢 slide。好 ，Nugul 美玲，比如说都好 ，Nugul 美玲，好，比如说都，tanaman ta misa usia ha kumiti lisan isu。Misalkan niwai kurawawa。嘿，那位小孩在说谎。嗨 ，Misalkan niwai， 好 ，Misalkan niwai， 好，我们大家有没有听那个？又有一个这个很少听到 Misalkan niwai， 好，说谎的，好，古拉娃娃，好，有的还有另外一种说辞，说谎叫什么 ？Mimanga hai 古拉娃娃哦，还是好，可能都可以哈，好，谢谢 Nugul 美玲，来先生。嗨，阿来，好，几字先读，好，达那们达，好，米林修。Cimasau ku mi paru maai。好，栽种的人是马少。好，
好，谢谢志贤。吉马少古米巴鲁马爱，好，因为有时候我们栽种，哦，好，可以，你没有指定哈，没有讲说是什么，好，谢谢志贤。好，处长的，好，处长，你说多打他们说，处长。Oh, babae ako si panay ko tatyawa mi tiliday. 嗨，好。你说。去班奈姑，你发扎爱。嗨，中文句型。洗衣服的人是班奈。嘿，好，谢谢，好，我们谢谢我们的处长夫人。好，去班奈姑，你发扎爱洗衣服的人是班奈。好，谢谢。好，这个是哪个班奈？好，他说吉玛要古米萨拉马爱。吉玛要古米萨拉马爱，米萨拉马爱是在玩，可是你的那个中文的解释是读书的人是马耀，是米迪利赛吗？更正。哦，好，我看到了。好，吉玛要古米萨拉马爱在玩的人是马耀，对，好，他有更正了哈，因为那个中文的那个单字跟那个主语的单字不太一样吼。好，翠云的，好，翠云。吉班奈古明因为爱，洗澡的人是班奈。好，那咱们可以到米莎西翠云，你再念一次。吉班奈古明因为爱。好，明因为爱。好，我们这边呢，明因为爱，我们那个 YAY 要把它念在一起，好。吉巴奈古咪咪我耶讲好，好，那个 AY 不要把它单独念，这样好。翠云要不要再念一次？哦，好，好。吉巴奈古咪咪我爱，好，吉巴奈古咪咪我耶讲好，那个 YAY 要把它连在一起，好，那个 YAY 要一起念。好，吉巴奈古明因为爱。哎，对，很好，谢谢翠云，很棒哦。吉巴奈古明因为爱，好，吉巴奈古刚刚你说喊的呢，阿 Miss。嗨，哦，好，谢谢你。好，吉巴奈古刚刚你说喊，好，谢谢。好，还有其他朋友要书写的吗？好，可以打在我们的那个讯息栏位上哦。好，那要记得哦，在我们书写主语句型之后呢，要加上语句中文解释。好，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到下一题咯。好，达那们哒。好，来到我们的构词式。好，达那们哒读动词的字根咯。好，动词式。好，那我们的字根就要换成动词。那我们在前面呢，一样用 me 的前缀词，然后后面呢，一样用爱的后缀词。好，一样解释哦，爱是什么的人。好，那我的句型范例，好，来你看哦，吉巴奈古米阿拉爱杜沙邓。好，这边呢，我们也先从孤，我们如果看到孤的时候，我们就要先解释它后面这个意思。好，米阿拉爱拿，好，都好沙邓。拿菜的人是巴奈。好，吉巴奈古米阿拉埃杜沙邓，拿菜的人是巴奈。好，要记得哦，我们的中文意思，如果看到这个格位标记古的时候，就要先解释。好，米阿拉埃是拿，杜沙邓菜，拿菜的人。好，吉巴奈，好，是巴奈。好，好。好，我们可以练习。好，写好的呢，我们可以打在那个讯息栏位上。好，要记得哦，打完你的主语句型之后，要再加上中文解释。一个照顾你阿拉爱都否定。
我们的线上朋友们哦，不要客气哦。哦，鸡妈妈古米阿苏拜，杜发挥努鲁动啊努鲁动。抓山猪的人是爸爸。我们慢慢想句型哈，那句型写好的话呢，好就把它打在我们的讯息栏位上。好，我们今天是初级的程度哈，所以都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动词，好，记得你的动词字根呢，前面要加名词，后面加后缀词。好。改造的哈，好，我们来看看改造的句型哦。好，当他们说改造米萨欧西，改造的很快哈。只发一束古米发着爱独立过。晒衣服的人，不，洗衣服的人是你的阿姨。哎，对，好，米发着爱洗衣服，好，米发着哦，我们的洗有很多种哈啊，这个发着是指洗衣服的洗，好。米发炸独立过，好，我从前面我刚刚我是中文解释，不好意思。米发炸是洗衣服，好，洗独立过衣服，洗衣服的人是阿姨，好。只发一书，古米发炸爱独立过，好，洗衣服的人是你的阿姨，好，谢谢改造。好，再来下一句是苏贤的。好，苏贤的，那么当米萨欧西古米迪里萨，你说。来，乌娃娃你把那股大高了，大高歪，乌娃娃你把那股大高歪赌白记，偷钱的人小孩。好。乌娃娃，你把那股大高歪赌白记。好，苏贤，你这边那个大高歪呀，你要记得哦，它前面要再加一个缀词哈，咪的缀词，好，前缀词你少了一个前缀词，咪大高歪含的咪滴好白记，好，白系含你说咪滴哩好，好前白记或是白数，我们的那个习惯用语。我们是比较习惯用百计或是百数都可以哈，这两个都是指钱都通的哈。偷钱的人是把奈的小孩。好，谢谢苏贤。好，如果要再订正的话，要记得在你的句型前面帮我写上订正2个字哈。谢谢苏贤。好 ，Alex， 你说都。Hai, di sofa aku ku menengai tu TV， 看电视的人是我的妹妹。好。那个吉沙发我们不能用吉沙发，我们要用五。好，那个鸡啊，鸡的话它是用人名，好，我们的那个鸡是用人名，好，我们用 o， 好，乌沙发阿姑姑米能能爱读滴滴费，看电视的人是我的妹妹，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嗨，好。米订正给大号啊，记得哦，前面要帮我加2个字订正哈，我就知道说那个是你重新修正过的句型。好，两好，给说都。Citria Mika Forti哎，就这样。好，吉利，哎，这个是你的名字吗？这是主语名字吗？哎，对，那时候上主语课的时候，老师帮我取的。哦，好 ，Riyal， 这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Riyal， 海吧？哎，对，海，对，好，反正给说好，吉利亚米嘎夫迪爱，好，睡觉的人是里亚，好，我们这边米嘎夫迪爱，好，我们不能用米嘎夫迪爱，用马夫迪爱，我们用妈。哦，用妈。哦，对，好，我们不能用咪的这个前缀词，然后你马夫迪爱，然后你这边又嘎夫迪，
好，你多了，我们要用吉利亚古马福迪爱这样。吉利亚好古，睡觉的人是里亚。我再念一次给你听哦。吉利亚古马福迪爱，睡觉的人是里亚，这样可以吗？可以。好，如果说有需要修正、订正的话，一样哦，可以帮我写上订正2个字。好，那我就知道说是李安订正的。好，谢谢李安。好，及翠云都。好，丹南们翠云。吉嘎造古米阿拉埃多玛丽，拿球的人是嘎造。对，很好，谢谢翠云，很棒哎，这个小孩子。好，好厉害哦。对，他真的很厉害。好，而且才国小而已，他的句型很会用哎。好，他的那个标记，那个格位标记也用得很棒，很厉害。吉嘎造古米阿拉埃杜玛丽，拿球的人是嘎造。好，谢谢翠云。好，吉玛都东新雅新雅。吉阿崩二古米发拉亥多拉告，倒垃圾的人是阿崩二。阿崩二，好。吉阿崩二古米发拉亥杜拉告，倒垃圾的人是阿崩二。好，谢谢新雅，年纪很轻哦，那个声音很远，那个9岁。9岁哦，好亮啊！新雅是昨天线上在念主语句型的吗？昨天有在念那个，还记说9岁喊啊，好棒哦，新雅。哦，昨天听到你在念主语，很感动呢，很厉害。嗨，吉阿崩二古米发拉亥杜拉告，好，谢谢你。倒垃圾的人是阿崩二。好，有的人会用那个拉告当名字，像我妈妈的名字就是拉告，好，垃圾，好，就是有反讽的意思，哦，好，再来是那个法利奥斯的。试看看，法利奥斯，比如说都。老师，我念更正后的。哦，更正的后，好，来试看看。古夫妇宁拉古米巴蒂的塞杜否定，钓鱼的是他的阿嬷或是孙子。哦，夫妇有2种意思就对了，阿嬷跟孙子。对。哦，好，你刚刚念五夫妇，要念几夫妇？五夫妇。好，对，好，我刚刚有讲，好，五夫妇宁拉，好，一样用乌哦，因为鸡后面要带的是人名。哦，把那这个上好，好，谢谢。五夫妇宁拉古米巴蒂格塞的否定，钓鱼的是他的阿嬷或是孙子。好，阿莱法利欧，好，吉斯拉都好，斯拉的是。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吉巴奈古米阿拉埃杜拉邓跟乌米阿拉埃杜拉邓吉巴奈，在意思上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后面哪一句是符合文法？谢谢老师。好，等一下哦，把它打上去。吉巴奈古米阿拉埃。杜拉邓，古米阿拉埃杜拉邓吉巴奈，巴奈好，吉巴奈古米拿菜的人是巴奈，巴奈是拿菜的人，我帮你打上去。好，好，苏雪，你帮我打一下那个斯拉的。我用念的话，那个等一下那个斯拉会那个来不及听，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其他的朋友一起知道这2句话的意思。一个是吉巴奈古米阿拉埃杜拉邓，好，拿菜的人是巴奈，好，这一句话。然后乌米阿拉埃杜拉邓吉巴奈，好，巴奈是拿菜的人，这是第2句。好，帮我打上去。好，帮我就是打给斯拉。好，
好，苏贤有听清楚吗？我再说一遍。好，第一句吉巴奈古米阿拉埃杜拉邓。好，这个是我们要先讲古后面这个哈米阿拉埃这边要先解说。好，巴奈是拿菜的人是巴奈。好，第二句是米阿拉埃杜拉邓吉巴奈。好，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孤不见了？然后这里就只有一个人名吉巴奈，我们要先解说巴奈。巴奈是拿菜的人。哦，好，等一下我请那个苏贤帮我打上去哈，史拉，好，谢谢史拉。有我打了。好，打了哈，好，谢谢。好，苏贤的修是正是就是两个意思是一样，只是强调的不一样。对对对对对，一个是把强调，一个是把那一个是拿菜的，所以文法都是对的。对对对。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那等一下会打在我们的讯息栏位上后。好，来再来书显的修正的部分。好，来那个书显帮我念一下你修正的部分。哦，好。乌娃娃你爱古米达高歪读百记。对，偷钱的人是巴奈的小孩。对对对，好，谢谢。好，再来是那个 Alex 的，好，订正的。好 ，Alex， 你的那个订正的部分要念一下吗？好，比如说都。Usafa古米能爱读 delivery 看电视的人是我的妹妹。对对对对，好，我们不能用几沙发后，我们用五沙发后。好，谢谢。好，再来法利乌斯的更正后，乌夫夫，好，来那个法利乌自己来念好了。好，不然我们平常没有机会说哦，我们平常都是说中文哦。好，来给说都法利乌斯。我夫妇宁让古米巴蒂格塞杜否定钓鱼的是他的阿嬷或孙子。好，谢谢。好。鸡好，汪处长，鸡好，谢谢处长。好，自贤的好，给说都好，自贤好。但那么米沙欧西国米弟弟三你说好。吉马少古米刚刚爱读乌嘛。米刚刚爱，好，你的中文句子是。犁田的人是马。好，谢谢你。好，吉马少古米刚刚爱读乌麦。好，犁田的人是马少。对，好，谢谢你。好，李安的订正，好，要念一下订正的部分吗？李安。吉利亚哥马嘎佛迪埃。马嘎佛迪埃，好。吉利亚哥马嘎佛迪埃，好，爱睡觉的人。马嘎福迪埃有时候我们可以解释成爱睡觉的人。好，马福迪埃，好，我们不能再加嘎咯。好，吉利安古马福迪埃，因为你是要写爱睡觉吗？还是睡觉？睡觉。睡觉哈，那我们就不能用嘎。哦，马福迪。对，好，可以哈。好，吉利安古马福迪埃，睡觉的人是里亚。好。一直念你的那个上面那个名字，好，不好意思，好，再来吉福定圈，好，吉福定圈，好，但他们米少欧些跟农民说，我阿公是 Mr. 爱读阿祖，是阿公在打狗狗。好，打狗的是阿公，好，我们要先解释那个姑那边的哈，好。打小狗的是阿公，好，阿公古米斯，好，你的那个单词哈，米斯，好，你的那个 s 那边少了一个那个母音，好，米斯的爱读瓦住，可以吗？否定，好，打狗的人是阿公，好，谢谢，好，这集惠美都。
好，他会叫错，我这个要叫全名。好，马拉拉，你对来个美惠，来个惠美，大家好，给说多。我好像打错一个字母。好，蒙爱多，好，你先念，这样我们才知道他在嗨。能华国，因为我是用 iPad， 刚好还要切换。好。基因那古米沙西老外赌弟弟。然后中文是腌猪肉的人是妈妈。好。基因那古米沙西老外赌弟弟。应该要那边应该是 A。米沙基伊那古米沙西。哦，对，好，你这边好，我看到了，好，谢谢你，对，好，基伊那古米沙西拉歪赌弟弟，好，腌猪肉的是妈妈，好，谢谢惠美，好。如果说有要修正的话，可以再做一次的修正，那记得要帮我加2个字，订正或修正都可以。好，苏贤，苏贤的是这个是帮石蜡解释的。对，我刚。好，他有两句，乌米阿拉埃杜沙登吉巴奈，好。巴奈是拿菜的人，对，好，他还有一个原来的意思就是他那个我们线上解释的那个吉巴奈古米阿莱多沙登，这个有了好，谢谢苏贤，好，斯拉，好，看到了吗？好，解释在这里，好，那吉因爱如好，吉因爱如都好，你说都星系古米巴西凡那爱多索尔努班扎。好厉害哟！你的人是老师。你的那个音调很好听好，有星系古，有星系古米巴西法那爱多苏尔努邦扎，对很好我发现咯，那个邦扎那边你有把它弄成大写，对，我们的miss 跟邦扎这个要把它弄成大写教阿美语的是老师，好，吉努古美玲，吉说多，好，当他们当老师，吉咖喱当古米拉克拉外都达古拉，大家知道什么叫米拉格拉外吗？那个努古。来，你跟大家讲一下米拉格拉外都达古拉。你们大家知道什么叫米拉格拉吗？知道。米拉格拉叶抓。对，这个以前老人家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带着手电筒或是头灯他们会去山上田里面河边都会去拉格拉后抓一些。我们就是要吃的那个嘎嘎嫩达布拉，或是说那个好一点点阿洛好，阿洛，我们对，很久没有听到这个米拉格拉外，好厉害好，夜抓的人，好，夜抓青蛙，好米拉格拉外夜抓青蛙的人是咖喱丁，咖喱蛋。咖喱蛋，好嘛？茉莉花一个那么大，什么嘛？那是mga idol. Kita tingog ay to kita mataan to dahil pagkaaraw. Sa sapat ako mata sa pagkaaraw. 嗨，好，谢谢老公你好，好，谢谢，好，希望能有为你那个解说到你所想要知道的那个意思，好，谢谢石蜡，好，其实那2句文法都一样哈，只是它的那个顺序好，一个有受词，好，不太一样，好，起码都过你，那高好，那高把奈，好，其那高把奈都好，但那们哒。好，那个班奈给说多，农民说多个莎谢恩。好，那个班奈好，那我帮你念哦。好，吉班奈古米拉西外，好，唱歌的人是班奈。好，我们这边不能米拉西外哈。
米拉西外哦，好，可以，好，鲁马西外也可以，吉巴奈古米拉西外，好，可以哦，吉巴奈古米拉西外唱歌，米拉西外，我们米拉西外，鲁马西外，我们用鲁马西外。吉巴奈古鲁马西外，好，唱歌的人是巴奈，好，可以吗？哪个？好，我们可以改成鲁马西外，哈。如果是米拉西外，我有听过这个米拉西外，哈，米拉西外，唱歌的人，等一下，好。我请线上的朋友帮我看一下这一句，有人听过那个米拉西外吗？吉巴奈古米拉西外读，好，是指他去唱哪一首歌？好，米拉西外，好，他就是那个米拉西外，好，等一下哈。我把它贴上去。好，我字典有查到米拉拉西，对，米拉拉西好像没有。对，好，米拉拉西外就是一直在唱的人是巴奈哈，我们可以再加米拉拉西外，我们可以用重叠哈。米拉拉西外唱歌的人是巴奈哈，就是一直在唱哈，重复唱哈。好，可以吗？拿到巴奈，好，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吉巴奈古米拉拉西外，好，好，唱歌的人是巴奈，好，再来是翠云的，好，当他们大翠云，嗨，吉苏多，吉巴奈古米阿拉爱的阿里赖，拿玉米的人是巴奈，哎，对，很好，吉巴奈，好。好，巴奈，你的人名要记得大写哦。吉巴奈古米阿拉爱杜阿里赖，好，拿玉米的人是巴奈。好，翠颖这边很厉害哦，都把它间隔起来，然后咪是前缀，然后他再把它间隔阿拉，好，然后再把它间隔爱后缀，这样子。好，谢谢。好，哦，好，分享在这里，对，好，谢谢。我们的那个新亚小朋友，好，再来李安的订正，好，李安的订正要念吗？好，念一下你的订正，好，那大米少戏，那个吉里亚个马佛迪亚，嗨，睡觉的人是里亚，好，谢谢，好，谢谢，好，惠美的订正少先好，国民订正那你说。好，当他们会没米萨欧西，国民订正，那你说？等一下，老师等我一下。好。吉那古米萨西拉外杜弟弟。嗨。腌猪肉的是妈妈，嗨。我记得以前啊，那个腌咸猪肉的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腌哦，而且他们说不能腌的人不能去腌那个咸猪肉，不然你的猪肉会坏掉。我听过长辈是这样子讲的哈。好，防西塞，要不是你妈妈的手很厉害。当他们打死了，米萨乌西跟诺米苏埃。好，斯拉这边是解释哈，拉格劳是火把，米拉格劳是打灯或点火捕捉动物。好，谢谢斯拉这边有帮我们解释哈。好，拉格劳是火把，米拉格劳是打灯或点火捕捉动物。好，谢谢斯拉，好有帮我们好说明哈。好，拉格劳跟米拉格劳好。好，谢谢石蜡。好，嘎萨阿桑，好，给说多。
自發嘅故未白做嘅都發灰。嗨，好，中文的是杀猪的人是叔叔。嗨，好。鸡发给狗，米把猪该赌发挥，杀猪的人是叔叔。好，谢谢嘎萨。好 n o g o 美玲。好 n o g 好，米拉西外哦，好，这边要那个 LA 要重复，米拉西外，好。米拉西外喊米弟弟好，诺过尔美玲。阿外国米拉西。这个歌是拉秀还是拉秀？这是 R 还是 L？ 哪里？米拉西外好好米拉西外喊好，然后他这个要念米拉西外好，米拉西外。打结读嘛过啊呀，什么好？好，努过的好，再来拿告把奈的修正好，绍兴大米单那米绍兴好来拿告的。嗨，好，吉巴奈个米拉西外好。好，还有好，再来翠云的。Jika Zhao Guo Mi Ala Ai Do Sararup， 那橡皮擦的人是个赵。好，沙拉鲁好，我们现在又有不一样的词哦，沙拉鲁好，还有另外一个说辞叫沙西西好。Jika Zhao Guo Mi Ala Ai Do Sararup好，拿橡皮擦的人是个赵。淑珍老师是断线了，没有声音。淑珍老师，你没有声音哦。是关掉。这是。老师那的麦克风出了一些问题，大家等一下。
各位伙伴，大家好。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个讯息啊。我们那个线上语言场哈，周一到周五啊，1到4哈都会有正常的上课，然后礼拜一是全语，礼拜二是主语翻译课程，礼拜三是语法结构，那礼拜四是那个生活绘画。那明天的课程是那个 cast 哦 podcast 就是主语广播节目，今天不会有线上教学的活动，那我会传给大家那个 cast 的主语广播节目的网址哦，一样你进去7点就可以开始正常的祈祷点文化的东西很精彩，如果对文化议题有兴趣的，可以听齐老用讲。那里面主持人是用因为老师的麦克风有一些问题，我现在先插播一些广告，谢谢各位。哇，谢谢您。我有一些问题想请问，就是说啊，如果我们想要在 YouTube 复习的话，那个就是这边的字幕我们要怎么看呢？就是在 YouTube 好像看不到这些字幕，是不是？如果知道的人可以回答我一下吗？谢谢。OK， 那个我回复您的问题哈。我有一个主要的录影的工作人员，他会把他那个老师的讲义跟各位就是跟老师互动的讯息的栏上面的文字框在同一个画面，所以你整段看 YouTube 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同步看到老师讲解的那个文字叙述跟他的报。所以因为我们最近已经有上传了3个影片，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点看，因为他可以看到文字叙述跟老师的讲义。谢谢你的回复，谢谢你，谢谢。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针对，因为如果这4天都有听每一天的课程它都不同的属性。第一天是针对高级或优级的人，因为它是全族，但是老师们都很乐意说你在中间直接讲中文去问，请问老师你刚刚讲的那个是什么意思老师不会说不准你讲中文其实都可以讲中文，只是说老师他必须讲全族语，因为他要提供很多人听的环境所以礼拜一的课程就大家就辛苦一点就是听不懂，老师都会很有耐心的回答你们，所以不要怕问礼拜一的讲师是李进信老师跟汪秋一处长他们都是可以完全而且非常流利，那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那礼拜二是翻译课程那翻译课程是吴老师他在原民台做翻译的，所以你听到很多原民台的那个翻译都是他帮忙协助的。所以如果你们在翻译的部分有什么问题也是礼拜二尽量问老师。老师在哪里看不到？有看不到。就在对一下的那一句处长的处长麻烦一下好。到哪里去了？怎么看不到了？好，还是稍先那个刚讲。Kailan jatuh? Tapos itu 8点43分。8点43啊！我到上面。对对对。这里来，马老师。Jibanai ku mi alai tu impits 是把那拿铅笔。
拿铅笔的是把奈，人是把奈。对，好，拿铅笔的是把奈喊的，你解释读中文，好，及那个，好，不好意思哦，老师关掉麦克风，然后我刚刚就是一直在切那个电话，因为一直在打进来，然后连续打，这样没有停哈，然后一直在切掉，一直在关，一直在关，然后麦克风突然就被锁停了。好，再来书写的，好，来，书写的在8点。是把那个唱歌的人拼出来。好，有把那个 R 改成那个，我把它改成 R 了哈。好，米拉拉西外，好，鲁马西外唱歌的人，好，再来斯拉，好，斯拉，好，好，不好意思哈，斯拉的来，好，斯拉还好，达达妹妹稍息跟糯米塞哈。好，我们把这边的都把它读念完。斯拉还在吗？好。Kaku misaushi。还，技术都misaushi，但我们的平衡。tanam ho kakao。好。Masih itu bisisi。嗨，saya我刚刚手忙脚乱。我现在都过汗了，外面很冷后，很热了，都流汗了，不好意思大家哈，马西大家都不辛苦，不好意思，谢谢。大家，我的麦克风无法出声，好，把那，好，不好意思大家，好，这个麦克风今天很好吧？刚刚那个嘎造有在解释哈 ，no good 好，嗨，好，来，谁过来都好 ，no good 美玲的好，但他们当比少些好，美玲好，一来我给说喊好，跟我说，不好意思，一追kurang misolan susingsi，isa kurang kwaswal好，係，no misal。来都 sa putu-putun saan ko ngiha isusingsi 声音有点不是那么顺畅。好，今天家里出了一点状况，狂打电话进来，台东上来的妈妈，然后一直进来，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她也叫 Google Meet。了解，没关系。好，刚刚又进来，他很好奇我为什么一个人讲话。Sa paswalan so mi sangka ka ko anini chanso。Hai pacawe sanay sila. Ilaw sa kuno tatayay api sangka upa sila anto upahan hanan to minman hoki so. 还少。好，大概kiso ami ya mi sangka satu pasal lah kiso hari lalu tuh他刚刚又很好奇。还少。pasal lah kiso 讲，好，我说你先出去讲好，跟我说安kamu nan好，不好意思。ngaya to。好。Alay， nukul美玲。Alay，谢谢。好，那我们就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哈，那很高兴今晚大家的参与，然后不好意思哈，我出了很多的状况，然后也很谢谢大家不吝惜的分享哈，以及提点指教哈。那其实我也在大家身上学习到很多哈。那在线上的各位朋友哈，那真的今晚很谢谢你们哈。阿来哈那古感冒好，也祝福大家在学习主语的路上哈，都有很大的帮助，并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应用我们的主语。好，三个阿元都古那么好，奶奶伊那古方丈来那么阿勒么好，阿来哈那古感冒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阿拉用。Aray sisi. Aray sisi. Arayom. Aray si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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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rayom. 好，奶奶，方丈古勒么那么好。Aray sisi. Alayom.